再來看，這國民黨已經宣布由主席鄭麗文呢帶團去拜訪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鄭麗文是表示講，即馬全世界攏同意一中的政策，也那咱陸委會是回應講，這是咧呼應中國對台的主張爾。另外一邊，這行政院長杜英泰伊是提醒講，任何團體是袂使甲中國來簽政治性的協議，這是所有的台灣人攏愛遵守的。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要在4月7日去中國參訪，暗算會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鄭麗文閣表示講，全世界攏奉行一中政策，反對台獨，認為這抓會為人類的和平來做出貢獻。對這行政院長杜英泰無評論黨務，但提起照兩項條例頂規定，任何團體袂當和對方做任何政治性協議，佮和政府的公權力有關係的事項。4月7號，我們是言論自由日，卻去到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國家。也是對方在安排的，這明顯就是在挑動國內的神經。你講說不得與對岸進行政治性的協議，門關起來，你怎麼知道他談了什麼？如果情形嚴重的話，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對，我擔心的不是他去跟中國談任何的協議，我擔心的是去那裡領旨回來之後，繼續顛覆政府，繼續擾亂政府，繼續弱化台灣的國防。陸委會嘛提醒國民黨莫落入去中國統戰分化的陷阱，對國際社會傳錯誤的信息，各講鄭麗文的相關說法是咧呼應中國對台的主張，不應該全部接受中國的政治主張。在中共版的所謂9·2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中，共謀國家統一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上致此。所謂的9·2共識、一中原則以及一國兩制，就是對台三位一體的政策。那就是沒有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和平，我們可以有理想，但是不能幻想。國民黨呢，無論在執政或是在野時期，都比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更有經驗處理兩岸事務的關係。所以說，陸委會呢，不需要出言恫嚇、危言聳聽，就不勞陸委會指導了。針對今年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是持續調佇遐，都算國會進程通過成動資內面規模718億，38項的新型計劃，行政院嘛是還未執行。南洋的地方省長嘛話話講，全面攏在等。718億的新興預算，只佔我們今年總預算3兆0350億的2%。換句話說，行政院的大門不能只開2%。當然，台灣閣一擺呼籲在野較緊來審總預算，無應該冷嘴來切割，佮用第10回這議題來問南洋。敢講嘛在等地主席對中國轉來，才予因新的指示。記者綜合報道。